欢迎收听12月22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一起要来分享的是诗篇82篇。诗篇82篇，今天要祷告的经文在第3节，要维护穷苦人和孤儿的权利，要以公道待贫寒无告的人。我再说一次，要维护穷苦人和孤儿的权利，要以公道待贫寒无告的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上帝被诗人描写好像一个审判官，并且这个审判官是审判官当中的审判官。怎么说呢？在今天一开始这段经文就讲到众神，其实它反映了当时在这个迦南的这个迦南人当中的一个信仰。他们认为众神明呢会在一个高阶神明的统治下形成一个聚会，在那里会这个最高阶的这位神明他会来做审判跟裁决。而诗人呢就以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来描写上帝掌权的事实。上帝掌权在我们当中，他掌管那些也有权力掌管别人的人。我们就用领袖来说好了。在这里透过这一首诗篇，上帝的心意是要领袖停止不公平的审判，是要领袖不可偏袒邪恶的人，是要领袖维护穷苦人和孤儿的权利，要以公道来对待贫寒无告的人。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好像跟我没有关系耶，因为我不是领袖啊。在这里我们可能要重新定义领袖。在这里说到的领袖，可能就是这些掌权的、执政的。这边说的是神明，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人。而在今天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是执政掌权者。怎么说呢？我们执政掌权的最小单位可能就是我们个人的身心灵的健康作息饮食出入运动其实我们也正在领导我们自己。而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家中执政掌权，他是家长。有些人可能在他的学习上是一个执政掌权者，因为他要安排他自己的学习进度、学习目标，并且要知道自己达成多少。或许有一些人呢，他更是我们所常见的这些执政掌权者，公司里的主管老板或是他的职分有那个功能，譬如说像警察，他们都有不同上述说到的这些都有不同的掌管的范围、功能等等。但是同样的心意，上帝要这些执政掌权者、这些领袖要活出上帝的公义。而活出上帝的公义，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无知、愚昧。怎么说呢？让我来讲一个短短的故事。在1960年的时候，有一个德国人，他是一个军官，他把当时这个上百万的犹太人送上了一个死亡的列车。当然我会说怎么送的然后德国后来战败他就逃到阿根廷去。结果在1960年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特工就把他绑架，绑到哪呢？就绑到耶路撒冷。就在那个时候
耶路撒冷就开了一个世纪的大审判。他们在审的就是这个名叫艾希曼的德国军官。当时呢，描写记录这段往事纪录片的一个女作家，她把她这段内容叫做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有翻译说叫做邪恶的平庸，有的翻译叫平庸的邪恶。在这个审判当中，艾希曼不断的说道，我没有罪，我只是服从。服从难道不是美德吗？这位艾希曼不属于统治阶层，也不是贵族，他只是一个小小在军中的行政官。不过就在他每一次同意签署他的名字在每个公文的上面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就被送往不同地方的集中营，甚至就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的人只是因为他一个签名，就面临了死亡的道路。然而他并没有写下要让人死亡，或者是审判要让他们处死，或者是鞭打之类的内容。他不过就是行政官处理事务而已。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位女作家她把这个真实的纪录片记录下来，她就写上一个标题：平庸的邪恶，或是邪恶的平庸。在这里就说到，这位执政掌权者，他并没有运用他思考的能力，而是在整个已经不公义的社会结构当中，继续顺从于不公义的这个循环跟事件当中。所以最大的罪恶可能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是没做什么而已，可能最大的罪恶是我们从来没有好好思考，我做的这是什么。今天神的话也再次的提醒我们，要维护穷苦人和孤儿的权利，要以公道待贫寒无告的人，是建立在已知上。什么样的已知呢？就是对这位公义的上帝有认识。不然我要以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内容跟想法来施行公义啊？这个世上没有人比上帝还要公义，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心意。他是公义的上帝，他必按我们所做的来回应我们。但我们在我们能够影响执政掌权的范围当中，我们更是要活出上帝的公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让我们再次透过诗篇82篇，让我们再次思想，我们要来投靠这位公义的主。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无知之处，需要你的提醒，需要你的带领，更是需要你的拯救。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在今天，当我们要活出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响力，不论是在哪一个层面，恳求主你将公义的心意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叫我们活出属于主你的公义。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愿上帝赐福你，以公道来带领人走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
明天见。